間什么啊？我们在洗手间怎么当然啊了，我在电话里都听见，声可大了。电话的很大的声。那是因为他的脚卡在马桶里头，把他从马桶里拔出来，这才有这个声音的。啊，我在这等你啊。哦。怎么了？快救我呀！我的脚掉马桶里了。脚掉马桶里了？你怎么掉进去的呀？我不小心掉进去了。那个，那你等会儿啊，我找人过来帮你啊。别走，快救我呀！不是，那个这是女厕所，我也进不去啊。不是，哥，你快来救我，疼！里边有人吗？啊？没人。什么？我进去了啊。使劲儿。一二别抓我裤子！我起不去，别抓我裤子！我拔不出来。你裤子掉了。拔脚能出那么大声吗？拔脚啊！不好意思啊。再见啊！这个你这是什么同事啊？不是他们，不是你这什么同事？人拦着你问你，让你给他参谋，有这样的吗？这啊，插在那个马桶里。你根本就不是哥哥，我喜欢你，哥。冬眠，你太过分了你！我好心好意的把我的设计草图给你看，你居然抄袭！你知道你什么行为吗？你这小偷的行为！贝贝，你别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！我就是为了交作业应付一下老师。你应付老师也不能这么干吧？贝贝，你知道我已经有2次都不及格了，我要是这次再不及格的话，我就得挂科了。对不起啊！滚！少给我来这套！你这套对男人好使，对我雷闪闪来说不好使。你师傅的老师傻呀，咱俩交的作业几乎一模一样，这样下去的话，咱们2个都会不及格的。闪闪，你这么大吼大叫的，一点也不淑女。你可帮你捣什么乱？有你什么事儿？我没捣乱，我就是觉得理解別人就是寬恕自己。你有病吧你？他抄我作業，你還幫他說話？哎呀，不就是一次作業嘛，又是同學又是同寢，又不是分房子分地，因為一次破作業，你值得嗎，閃閃？我說你們倆怎麼回事啊？還能不能分清青紅皂白了？他抄我的作業，再說了，不是抄作業那麼簡單，他欺騙我，欺騙了我對你的信任。我沒有欺騙你 ，baby， 就是欺騙我了，你就是個騙子。你要是寫不出作業，我可以幫你寫。你這算怎麼回事？幹嘛？你聽我一句話嗎？與其逃避現實，不如笑對人生。與其你在這兒大吼大叫，你不趕緊啊拿着包再畫一幅，亡羊補牢。哎，對，這是一個好辦法。閃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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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朋友們跟我走，跟我
小朋友们跟我跳跳跳跳，好球！考你们了，预备，抓住小猫！杀鸡！太棒了！再来啊，再看我啊！叫什么名字？大姐！耶，答对啦！小朋友们，快来吃好吃的！啊，不，好棒！来，啊，给你一个，来，给你，谢謝。哎，干嘛给他们吃那么多糖啊？会长蛀牙的。哇，那你也太残忍了吧！人小孩都学累了，你这样的话会把他们累坏的。来，一人拿一个。不许吃！你是不是来砸场子的？你对小孩这么凶干嘛？来，别听他的，吃。来，再吃一个吧。停车。再吃一个吧。妈妈喂你吃好不好？不是我妈妈，妈妈在家里陪着我妹妹呢。陪你小妹妹呀？那我吃好了。来，小朋友，来，走喽，我们去看小马喽，走喽！啊，跟上！哎，全世界最美丽的声音就是妈媽的呼喊聲。你比較美。謝謝。來了啊，來。 Cute kids. I didn't know you liked kids so much. Who said I love kids? Lie to me, you can't lie to yourself. Listen, you like kids, I like kids. So? We should have a kid. You can do it yourself. Well, I can't actually do it myself. I would need your help. Listen, if we do, no more other women, no more other men. Just you, me, and the little kid. No. 哎，田总。喂，麦克，我已經到靶場了，咱們會議室見吧。現在，行。你看，下邊到。